Justil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强调保护藏语的重要性；中共禁止在西藏举行宗教活动，并拘留组织者；西藏人民议会举办为期5天的青年参与研讨会；议长祝贺加拿大议员阿里夫·维拉尼任命为加拿大司法部长；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拜访捷克驻美大使米洛斯拉夫；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出席台湾国家人权委员会举办的发表会；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拜访哈贝尔克市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7月26号，在印度中央直辖区拉达克首府列城近郊的西藏儿童村学校，出席了拉达克南北藏人社区举办的欢迎活动，观赏了当地藏人民众和学生以及姜唐牧民表演的歌舞节目，并向5000多名藏人发表讲话。达赖喇嘛尊者在讲话中强调了保护藏语的重要性，并强调在西藏盛行的传统文化经得起逻辑的推理和考验。西藏的文化还包括人们可以应用于生活中的知识和经验，并且可以促进内心的平静。达赖喇嘛尊者还于上周五7月21号开始，在列城近郊的石轮金刚法会场，向超过45000多名拉达克为主的各方僧俗信众开示了由无住贤菩萨所著的佛字行37颂，以及传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灌顶，并于7月24号出席了由拉达克佛教协会和寺院协会共同举办的长寿法会。此外，根据国际深远西藏运动网站近日发布的报道，西藏安多芒拉现中国统治下的青海省海南州桂南县的军警于上周二7月19号阻止了当地的一场石轮金刚法会，并拘捕了相关组织者。据报道，在青海当局的许可下，西藏安多高僧第7世阿提洛桑扎西嘉措仁波切原定于本月19号开始，在桂南县向来自西藏各地的信众传授为期数日的石轮金刚灌顶法会。但在法会即将举行的前一天，青海当局疑似接到上级命令，突然叫停了已准备数周的法会。当地警方在现场拘捕了多名法会组织者，并强迫阿提仁波切离开桂南县，同时强行驱离了数万名来自西藏各地的信众。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在其网站上还指出，根据相关西藏媒体的报道，甘肃省甘南州拉布冷寺第7世公堂仁波切原定于7月举行的石轮金刚灌顶法会也遭当局强行取消。另外，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举办的为期5天的青年参与、能力与意识建设为题的研讨会，于本周一7月24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和多名议员出席了开幕式。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致辞中强调了研讨会的宗旨和目标，即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向年轻一代藏人传承西藏文化遗产，并进一步指出，年轻人是西藏未来的守护者，也是未来西藏自由斗争的真正代表。副议长卓玛次仁则向与会藏人青年阐明了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即增年轻一代藏人的领导力，让他们掌握有关藏人行政中央的必要知识，磨练他们表达意见和做出决定的技能。议员次仁央青和多杰才丹在随后的会议上分别介绍了议会常务委员会政治部和财务部的工作情况，并就其他相关的问题同与会者进行了交流互动。与此同时，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于本周五7月28号代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致函祝贺加拿大国会议员阿里夫·维拉尼被任命为加拿大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
议长在贺函中代表西藏人民衷心感谢阿里夫·维拉尼在担任加拿大众议员以及加拿大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期间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议长进一步写道：“此次任命清楚地反映了您富有魅力的领导素质，以及加拿大人民对您的高度信任和信心。在您担任这一新的职务之际，我祈祷并祝愿您未来的崇高事业一切圆满顺利，实现加拿大人民的愿景及期望。”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曲柱博士于上周六7月22号在华盛顿特区礼节性地拜会了捷克共和国驻美国大使米洛斯拉夫·斯塔塞克。在拜会期间，代表郎杰曲柱博士感谢捷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以及对捷克在人权和自治问题上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表示赞赏，并呼吁民主国家效仿捷克的做法，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谴责全球独裁政权扼杀人民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米洛斯拉夫大使则回顾了他在担任捷克驻印度大使期间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美好回忆，并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人民恢复自由的伟大事业。此外，台湾国家人权委员会于上周二7月19号在台北举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发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以色列、菲律宾等国的代表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应邀出席。该委员会主委陈菊在发表会上致辞时表示，相较于其他国际公约，该公约是第一次审查，起步较晚，希望透过此次发表会，呼吁政府尽快制定族群平等法，保护弱势族群。不分种族、肤色、生而平等是该公约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目前，全球有182个缔约国。台湾在退出联合国之前，于1966年3月31号起成为该公约的签署国。尽管如此，台湾仍然在继续履行其义务，并于2022年12月14号发布了第一份报告。该报告由国家人权委员会的3名成员监督。报告强调了无国界人员、移工以及寻求居留和入籍人士等的人权问题。而流亡藏人面临的赴台签证问题也被纳入种族歧视问题之中。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征根康于本周二拜会了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斯哈贝克市市长塞西尔·乔多涅。在拜会期间，代表仁增曲征根康衷心感谢乔多涅市长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于每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当天，在市政厅升起西藏国旗，表达对西藏人民的声援。随后，代表向市长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以及中共当局强行将近100万西藏儿童与父母分离，并将他们安置在殖民式寄宿学校中接受汉化教育等问题。市长对西藏目前的局势，特别是西藏儿童的命运，表达了担忧。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